歡迎大家收聽下山看山下，我係主持人 Timothy， 同大家一齊認真試，輕鬆講，看山下看世界。大家好啊！之前呢，我哋呢曾經呢講過一位日本嘅經營之聖啊，就係叫稻盛和夫。咁呢都好多朋友呢就感興趣嘅對呢個 topic。咁所以呢，我哋今日呢決定加添呢另一位日本一個傑出嘅企業家，地位呢亦都同稻盛和夫呢不相伯仲嘅一位從貧困學徒啊變身成為經營之神，佢就係松下幸之助啦。佢有一個格言嘅，就係經營者最重要嘅資產唔係金錢，而係人才同埋信念。喺日本嘅商業史上邊啊，一位可以被稱為經營之神嘅呢，就只有松下幸之助。佢唔單單係咧日本 Panasonic 松下電器嘅創辦人啦，咁亦都係一位影響全世界商業企業嘅哲學家。佢嘅經營理念咧，唔單止塑造咗日本戰後嘅經濟奇蹟啊，亦都影響好多嘅企業領袖，例如豐田啊、Sony 啊、SoftBank 啊，甚至西方企業家等等。但佢嘅成功咧係相當傳奇嘅，佢唔係來自一個好顯赫嘅世家，而且啊佢個人生經歷咧係相當之艱辛嘅。咁今日同大家一齊睇下松下幸之助佢嘅一生同埋佢嘅經營理念啦。咁我哋首先咧翻去1894年啊，就係松下幸之助嘅童年講起。松下幸之助咧就出生於日本和歌山縣一個貧困嘅農家，咁家境咧相當之困難噶。咁父親咧就經商失敗，一啲基本嘅生活需要咧都未必有啊。佢9歲咧就已經輟學噶啦，咁咧就去到大阪嘅一間五金鋪咧做學徒。咁大家可以諗下啦，一個9歲嘅小朋友，小學都未畢業嘅年紀咧就要做嘢啦。佢當時咧就每日咧5點鐘就起身啦，要做家務啊，之餘咧又要做跑腿啊，咁先至咧去做一啲嘅五金嘅嘢啦，例如製造一啲嘅廚房用具啊，又或者啲單車嘅零件啊等等啊。咁咧就喺呢個五金鋪度咧做學徒咧，就一路做咗6年嘅。咁咧呢個咁細個嘅呢段嘅學徒經歷咧，反而俾佢領略到咧幾樣嘢。第一啦，佢要做啲單車嘅零件嘛，咁佢就睇得到咧單車嘅市場嘅興起，咁咧佢就觀察到咧一啲客戶需求嘅重要性啦，同埋市場需求嘅重要性。咁另外啦，佢間鋪頭個老闆常常都講話，喂，如果你啲產品唔好咧，啲客就唔會嚟噶啦。咁佢就好根深蒂固咗呢個品質啦，同埋信譽啦，係一個企業生存嘅一個好重要嘅基石。咁另外喺呢段期間，佢都學識咗點樣同人相處啦，一啲人際關係技巧啦，為到佢將來領導企業呢係一個好好嘅根基，去點樣建立信任啊、團隊合作等等。咁有時我哋會成日都覺得一啲成功嘅人本身佢一定好多資源啦，咁係嘅部分可能係嘅。咁但係你睇下松下幸之助呢個故仔，可以話翻俾我哋聽，即使其實一個出身寒微嘅人呢，只要咧抱住一個正確態度啦，同埋學習精神呢，其實都可以改變自己嘅命運嘅。咁之後做咗6年嘅學徒啦，係五金鋪啦，咁佢就之後咧就去咗大阪嘅電燈公司咧做技術人員啦。咁呢個時候咧，佢就接觸到一啲電力啊，同埋電器嘅產業啦，等等啦。咁為佢日後創業咧，就埋下咗個伏線嘅。咁直到1918年啦，佢24歲嘅時候咧，就做咗大膽嘅決定，就係辭職創業。佢嗰時咧，其實咧冇乜資金，冇背景嘅，係一個好窮困嘅青年人啦。咁但係咧，透過佢之前嘅經歷啦，同埋喺呢個大阪電燈公司入邊做嘅時候咧，佢有一個好清晰嘅諗法，就係想電器呢樣嘢咧可以賣得更平啦，更加普及啦，係更加多人咧可以享受到科技嘅便利嘅。咁就係咁啦，佢就喺屋企間房度咧就創立咗松下電器製作所。咁咧最初就賣燈座嘅。
而呢個燈座呢，就係比市場呢更加安全啦，同埋更加耐用嘅電器零件嚟嘅。咁呢，而呢個燈座呢，又俾佢成功。咁我重點係啲咩呢？因為呢，佢睇得到呢，消費者嘅痛點係乜嘢？佢就係要求就係一啲更加安全、更加耐用嘅嘢嘛。咁所以呢，佢就創新咗呢個燈座呢，係可以比市場上更加耐用啦，同埋更加平。咁呢，之後幾年呢，咁佢因為買呢樣嘢呢，就變得個公司就迅速成長啦。咁進而呢，就再推出其他電器嘅，譬如風扇啊、電視啊、洗衣機啊等等嘅。咁之後就發展成為大家都認識嘅 Panasonic 啦。咁啊，所以有陣時呢，都唔使一啲好宏大嘅計劃嘅，只係睇到一個市場嘅需求啊，物色到呢一個機會呢，咁就去專注去做呢，咁就已經係踏出咗成功嘅一步啦。咁點解佢可以由一個喺佢自己一個咁細嘅企業、咁細嘅工作坊，慢慢成為一個全世界都認知嘅企業同埋品牌呢？而佢嘅經營理念係啲乜嘢呢？咁咧可以從佢最著名嘅一個理念就叫水稻哲學講起。1929年啊，松下幸之助咧就提出咗水稻哲學。佢嘅諗法就係咧，企業嘅使命咧唔單止係賺錢啊，而係好似自來水咁樣，俾人人都可以買得起高品質嘅產品。由於當時咧日本嘅家電市場咧係一啲高端嘅產品嚟嘅，係價格非常之昂貴啦，只係有錢人先可以負擔到。但係松下幸之助認為咧，企業啊應該透過降低生產成本啦、提高效率啦等等啦，令到更加多人咧可以享受到咧科技帶嚟嘅便利嘅。咁呢個水稻哲學咧影響到啲咩呢？首先第一啦，可以令到佢本身嘅家電嘅產業咧可以更加平民化啦，可以普通嘅屋企都可以負擔到啦，可以解決生活上嘅一啲需要啦。咁另外啦，亦都推動一個大規模生產啦，同埋講求呢個生產效率嘅，咁亦都成為現代嘅lean manufacturing 啊，即係精益生產嘅基礎。咁亦都影響到後來好多企業家對於普及化嘅策略啦。所以個水稻哲學咧，其實都影響到唔少嘅企業嘅理念噶。咁另外啦，松下幸之助除咗水稻哲學之外咧，亦都提出咗另一個重要嘅管理概念咧，就係以人為本。佢認為咧，企業嘅成功咧就唔單止來源於資本嘅，佢好重視人才。佢非常之強調咧，企業咧除咗一個產品嘅工廠之外咧，亦都要好好培養員工，亦都要將企業成為一個人才嘅工廠。因為人咧係一個極度重要嘅概念。佢認為咧，企業成功唔單止依賴嘅資本同技術啦，亦都好依靠啦員工嘅努力同埋成長。對佢嚟講啊，員工唔單止係嗰啲執行者，亦都係公司嘅寶貴嘅資產，可以左右企業嘅成功關鍵。所以佢認為一個企業如果能夠長期嘅穩定發展啊，一定要創造到一個能夠激勵員工發揮佢哋嘅潛力嘅環境啊，令到員工咧可以不斷咁成長嘅。例如啊，喺松下電器啊，佢唔單止關心員工嘅工作成果，亦都關心佢哋嘅成長同埋幸福。因為佢覺得啊，呢樣嘢係直接影響到企業創新同埋發展嘅。咁另外啊，投資喺員工嘅教育啦，同埋培訓呢，可以令到員工咧感受到公司嘅關懷啦，同埋價值嘅。咁除咗水稻哲學同埋以人為本之外呢，松下幸之助看重另一個理念呢，就係素直的心啊。呢個係一個日語漢字啦，素直即係一個好坦誠嘅感解類似。咁個概念就係企業嘅領袖應該保持開放嘅心態啦，願意聆聽啦、學習啦同埋改進，唔係單固守自己嘅主觀認知噶。佢認為啊，領導者唔應該自以為是啊，而應該係謙虛啦、聽人建議啦，同埋不斷修正自己嘅錯誤。
呢種心態咧，唔單止可以幫助領袖咧更加理解員工啦、佢哋嘅合作夥伴啦等等啦，同埋可以激發創新同埋改革嘅。佢特別強調啊，如果一個人唔可以接受到別人嘅意見呢，就一定冇可能做出好嘅決策嘅。所以呢個理念咧，對現代嘅企業領導者咧係好重要嘅，因為應對個千變萬化嘅市場環境入邊咧，領導者往往咧係需要好迅速咁調整自己對問題嘅睇法，而且要保持住開放嘅心啦，去接受呢啲改變嘅。呢一樣嘢唔單止係應對挑戰嘅能力啦，而係帶領團隊去持續創新啦，去面對唔同嘅轉變咧嘅關鍵嘅。如果領導者唔有一個開放嘅心，咁就好容易被淘汰。領導者唔應該係獨裁啦，而且係應該係引領成個團隊啦，同埋本身一個虛心學習嘅人。咁頭先講咗松下幸之助有幾個主要嘅管理概念啦。其實佢被奉為經營之神啊，係因為佢對呢個社會啦，點樣培養人才啦，同埋點樣去建立長期價值呢，有一個好深嘅領會嘅。佢亦都提出咗一套更加完整嘅企業管理哲學啊，就叫做經營七精神。呢七個原則呢，就唔單止適用於企業管理啊，甚至喺我哋嘅人生規劃上面呢都可以應用噶。咁呢，就等我再同大家去講下呢個經營七精神啦。首先第一樣就要服務社會啊。企業嘅存在呢，就唔單止呢係盈利啊，而係需要回饋社會嘅。因為松下幸之助覺得企業嘅存在意義呢，就唔單止係追求利潤啦，而係要創造社會嘅價值。正如頭先所提到關於個水稻哲學一樣佢係基於一個回饋社會嘅心啦，而係將呢個嘅家品去普及化，而唔係淨係單單去諗住盈利嘅。另外佢提到公平與誠信松下幸之助認為呢，佢企業啦、同客戶啦、同工作夥伴啦或者員工之間嘅關係呢，係應該建立喺個誠信上邊嘅。譬如喺1970年代好多企業咧嗰陣時因為想降低成本啦而裁員，但係松下幸之助咧就堅持唔裁員而係咧調整個生產策略啦，確保咧員工有一個穩定嘅工作噶。因為佢相信企業嘅成功咧係建基於同員工嘅互信，而唔係一啲短期嘅財務調整。誠信嘅經營咧唔單止可以為品牌建立信譽啦，亦都可以令到顧客咧更加忠實嘅。第三就係合作同團隊精神啦，相信集體嘅力量啦，而唔係單單個人嘅主義。佢推崇咧係集體智慧，而唔係單打獨鬥嘅英雄模式譬如佢喺公司內部實施個員工參與經營嘅制度啦，可以俾員工提出意見啦，共同決策啦，令到企業更加有彈性令到員工有更加強嘅歸屬感嘅。咁呢個模式亦都影響到日本其他企業啦，譬如豐田嘅精益生產入邊都好強調咧，員工係可以改善到嘅流程，而唔係單單只執行命令嘅。第四嘅精神就係奮鬥精神就係唔怕困難，勇於創新同挑戰。因為佢相信沒有挑戰就沒有成長所以佢一個咁艱苦嘅童年咁樣去發展嘅情況之下呢，佢真係唔驚挑戰同失敗，因為佢覺得面對困難係唔係諗住逃避，而係需要解決噶。所以喺1960年代當松下電器要打入美國市場嘅時候呢，佢面對文化差異啦，同埋好龐大嘅競爭對手嘅壓力呢，佢仍然透過克服唔同嘅困難啦，而作出調整啦，最後呢係成功打入全世界。好，到第五啦，精神就係禮節同感恩要尊重客戶啦、員工同社會。佢提倡呢感恩文化，鼓勵呢員工同客戶呢之間有一個互相尊重嘅關係。所以佢好鼓勵員工同同事或者客戶表達感謝
咁增強咗一個企業文化特色啦，同埋凝聚員工嘅。咁到第六啦，就係以科學同埋事實作為基礎，決策咧就應該建基於數據啦，同埋事實。佢覺得咧，企業嘅決策應該建基於喺一啲嘅數據啦，同埋科學分析，而唔係單單個人嘅直覺。所以喺70年代嘅時候，佢已經引進咗一啲科學管理方法啦，令到企業嘅決策咧能夠可以更加多嘅預測性啦，去降低風險噶。咁最後嘅精神啊，就係佢好關注咧長期嘅發展，而唔係短期嘅利益啊，係一個未來導向嘅精神。因為佢相信啊，如果企業只係關注於眼前嘅話咧，就好容易失去競爭力嘅。咁講咗咁耐啦，松下幸之助佢嘅水稻哲學啦、以人為本啦，同埋呢個經營七精神嘅管理理念咧，究竟對呢個現代商業有啲咩影響呢？咁當然有啦。咁首先啊，松下幸之助成日提到人先係企業嘅重要資產咧。咁呢個理念咧，對呢個日本嘅企業文化咧產生好深遠嘅影響。喺佢之前咧，日本嘅企業咧會來自於當時西方工業革命後嘅一啲嘅科層制度啦，好講求命令啦等等啦。但係松下幸之助講到呢個嘅以人為本嘅概念咧，令到日本嘅企業好多都會轉向俾多啲員工參與啊、團隊合作啊，或者更加長期僱傭嘅。咁另外啦，松下幸之助強調咧，企業嘅目標啊，唔係單止係短期嘅利潤，而係關注長期嘅發展啊。呢個係對於全球企業嘅決策，即係一種長期嘅思維同短期收益之間嘅點樣去選擇，係有一個模式上嘅唔同嘅。例如亞馬遜 Amazon， 佢哋都強調長期思維啊，願意犧牲一啲嘅短期利潤啦，去換取一個長期市場嘅領導地位嘅。咁另一個影響就係咧，全球化同埋品牌建立啦。松下係開啟咗一個日本企業全球化嘅時代，因為啊，佢唔單止一個日本企業家，而且佢係算係喺日本當中啊最早意識到全球化嘅重要性嘅商業領袖之一。因為早喺1950年代咧，松下電器已經進軍國際市場啦。佢係第一批進入美國市場嘅日本企業家，而且係成功咧令到日本嘅品牌咧喺全球市場佔有一席地。佢推動呢種嘅策略啊，影響到譬如 Toyota、Sony、Honda 等等咧，令到佢哋嘅品牌啊可以全球化。咁所以啊，佢嘅出現或者佢嘅經營咧，係真係令到呢個嘅日本咧係更加邁向全球嘅。所以啊，大家會感受到松下幸之助喺唔同嘅方面啊，都影響住日本嘅企業啦，甚至全球企業嘅一啲嘅經營模式或者一啲嘅經營哲學嘅。咁回顧翻啊，喺松下幸之助佢一路以嚟佢嘅經營智慧入邊咧，究竟啊有邊幾樣做一個總結啦？有邊幾樣係一個好關鍵嘅，令我哋可以學習嘅咧？有幾樣嘅。首先，譬如企業嘅成功啊，唔單止係賺錢啦，要係創造價值啦，呢個就係水稻哲學嘅概念啦。人才係企業嘅最重要資產，應該投資於以人嘅成長㗎。另外啊，領導者要保持素直的心啊，要不斷尋求學習啦，仲進步啦，仲要開放嘅心，要有長期嘅思維，因為長期嘅成功係比短期嘅利益更加重要噶。最後啊，企業嘅影響力啊，唔好單單淨係諗商業上嘅考量啊，亦都要諗點樣為社會創造價值嘅。咁好啦，今日就好快講一講呢個日本經營之神松下幸之助嘅經營哲學啦。咁聽咗不同嘅松下幸之助所提出嘅理念啦，咁有邊啲大家係最中意呢？或者啊，大家究竟啊聽完佢嘅理念啊，大家會諗到點樣應用呢？令到自己嘅事業啦、生活啦或者職業上面咧，能夠更加變得更加好啦，更加進步呢？咁大家咧就可以去思考下啦，或者去再睇多啲關於松下幸之助嘅資料。
咁啊，去到結尾啦，亦都同大家講翻，以上嘅資料咧都係啲個人經驗分享啦，同埋係參考網絡資料嘅。咁所以資料有機會唔差，請大家自行判斷啦。咁如果大家中意嘅話咧，就可以歡迎大家訂閱啦，同埋讚好呢個 podcast 啦，同埋歡迎俾意見我嘅。如果大家自己有一啲好特別嘅故事啊，或者有一啲想分享嘅嘢好有趣嘅話，可以做我哋嘅訪談嘉賓嘅，歡迎聯絡我，可以隨時揾我噶。感謝大家收聽今集嘅下山看山下，希望為大家介紹一個經營之神嘅管理哲學，能夠俾到啲新嘅概念俾大家啦。下集再見，拜拜。